哎呀，什么时候要重出江湖啊？你先汇个10万块来，哎呀，不然你们一直那么多人叫我开直播卖东西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说你真的要挺我，来呀、你先汇个2万3万到我户口啊，好不好？不然每个人都用嘴巴讲我挺你，我挺你，我挺你，话讲得出来，要做不到有什么用？有事无女啦，好不好？哎，真无聊啊嘞！跟我问好而已，我会封锁人，看你哪嘞，乱讲话。哎，玩庆厉害，有卖 PS5吗？你去连千亿那边哦卖假账号卖家乱哦，较乖嘞吼。我要去拉屎，可以帮我加油吗？你不要那么恶心好不好？哎呀，啊，吃屎跟加爆炸跟我没关系，哦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哦，他家爆炸，整间烧掉，死人也不关我的事，本来就是啊，跟我什么事？我自己都顾不好自己了，我管别人干嘛？吃屎哥跟我什么关系呀、奇怪嘞！哎呀，你那么在意他，你怎么不打电话去关心他？跟我什么关系？好奇怪呀、哎呀，跟我要没关系，莫名其妙的。哎呀，好了啦，不要一些人来这边刷存在感啦。哦，攻击到我家人，攻击到我就直接不好意思了。哦，3个月了，我没有卖东西，开直播跟大家聊天，你攻击我，你以为我真的很好欺负吗？对不对？不要这样嘛，做人是互相的嘛，对不对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做人是互相的。你不尊重我，我不用尊重你呀、哎呀，哦，我就说了，我直播没有卖东西，就是带给大家欢乐聊天，对不对？你们一直问，很多人一直问以前过去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也是我家务事吧。再来啦，你说我以前东西卖的怎么样？来，请问一下，
我有拿刀拿枪，拿枪堵在你的头，拿刀堵在你的脖子上面，逼你买东西消费吗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了，酸敏可以出去了，我不欢迎酸敏了。哎呀，就算我不哑了，我人数10个人、20个人，我也很高兴。哦，我会开直播是怕你们有些人真的想要看到我想我哦，补不够吗？补什么了？你在讲什么了？什么叫补不够？补什么东西补不够？你是讲啥听不？好了啦，我累了，好不好？有空再跟大家聊天啦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哦，粉丝团记得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有空我会开上来跟大家聊聊天啦，哎呀，就是没有卖东西呀、
真的很累了。哎呀，好，各位，拜拜，好，嗯。啊，各位晚安了，好，拜拜。我要等一下还要忙哈，来，拜拜。